亞洲各地陸續染指博彩業務，有日本落實首座賭場坐落大阪之後，泰國為咗開拓新收入來源，亦都宣布要開設賭場，準備好喺博彩事業上面分一杯羹。泰國政府最新宣布，曼谷、春武里、清邁同埋布吉為首批4個開設賭場嘅城市，人如美高梅中國、拉斯維加斯金沙同埋永利度假村已經紛紛對泰國經營賭場表達興趣。根據公佈，泰國每個綜合娛樂場所，除咗分配大約10%嘅空間俾賭場之外，仲附設一間5星級酒店、世界級購物中心、遊樂場、體育館、會議廳以及大型會展中心。泰國政府希望呢啲綜合娛樂場所每年能夠吸引至少5000萬名嘅遊客，並且創造至少4萬個職位。現時亞洲嘅賭場都有唔同嘅入場要求，唔少賭場更加對本國居民參賭有嚴格限制。以新加坡為例，本國居民進入濱海灣金沙聖淘沙名勝世界賭場，需要支付每日150波元，或者每年3000波元嘅入場費。馬來西亞嘅雲頂賭場更加禁止本國居民參賭。至於擁有17家賭場嘅韓國，本國居民只能夠進入位於偏遠地區嘅江原大世界賭場，而且規定每人每月賭博最多15日。泰國政府雖然尚未制定各項嘅博彩規定，不過基於佛教係泰國嘅主要宗教信仰，唔排除賭場落成之後都會對本國居民參賭設定限制。